總裁 Alan、Kelvin、Silva 老師各有部署。我就希望每一個唱緊音樂風格嘅咧，就盡量就係真係要做翻嗰個感覺出嚟。喺個訓練入邊咧，點樣可以將佢哋嘅 potential 最大咁發揮出嚟？我做和音都做咗好多年，我係好有信心去做呢樣嘢。六子三隊鬥唱90年代華語歌勢金曲，出乎意料。真係一個好大嘅 challenge， 我覺得任何人唱都會好大壓力啦。香港優化飛鷹部落遊呈獻中年好聲音4，今晚8點比出台。抗環呢條路係難行。醫生話 OK 喎，樣樣都好喎，不過又會影喎。原來有一個11 cm 嘅大黑影，打化療嗰個免疫力一定會低嘅，點知又再中多次前列。但只要堅持行落去，一定可以迎活新生。好翻之後，亦都食住雲芝，繼續增強免疫力，改善我精神狀態。我而家狀態好穩定，我一定可以好好咁樣活落去。我想迎活雲芝。德國斯巴女性護理潔液，潔淨絲襪，親膚安全 ，pH 3.8醫學配方，平衡愛因微生態。德國斯巴女性護理潔液。又話教我養生點樣嚟你屋企嘅？教你飲觀茶方養生啊！黑糖靈芝薑茶驅寒補五臟，陳皮普呢仲健脾養胃，養生飲觀茶方最啱。即刻嚟觀茶方同維特健靈門市買啦！我以前大飲大食，到身體開始唔舒服，先知道心血管有問題，所以我食脈通37啊，食咗一排，個心真係舒服咗好多，暢通心血管，我靠維特健靈脈通37。暗淡遮蓋咗你嘅光芒，同我一齊擊退暗啞，揭開新篇章，透亮肌膚，從此璀璨動人。Muse Medical Beauty Centre 為我度身訂造全方位美肌方案，成就完美嘅我。It's me, Muse Medical。咁快老化？換咗佢啦，但係視網膜老化就冇得換啦。要趁對眼未老化先強化靜脈清素啦。佢特有鐵皮石合葉黃素同花青素，強化視網膜。維特健靈目清素幫視網膜未老化先強化。我試過咁多蟲草，秘訣就係要夠真。維特健靈滋陰蟲草，真純正冇溝淡，真原料，醫學級嘅真萃取，濃度高，食滋陰蟲草，鼻哥氣管通通好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係國家重要戰略平台，香港園區坐擁一河兩岸、一區兩園嘅獨特優勢，擔當國家開闢創新制度嘅試驗田，建設全速推進，首批3座大樓已投入營運，全力實現人流、資金流、物流同埋數據流創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動，打造世界級創科樞紐，建設國家關鍵創新基地。拜拜啦 ，B B， 卓盈芳天然益生菌加螺旋藻助你排出毒素，改善消化不良，肚仔又唔使谷住。屈臣氏經抵買，快啲嚟屈臣氏搶購啦！